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长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订？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第11届小小歌王开赛以来，阿嘎唱功惊人，持续闯关成功，却在第6周面临卫冕危机。可爱萌娃张小妹实力不俗，连续2次打成平手，终极对决更是精彩无比。张小妹动感活泼，阿嘎深情投入。我一直赢到第5关，会不会到第10关？我好吃惊。阿嘎能够实现愿望吗？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长宪，我是许志豪。愈来愈多人吼，我都看咱红人榜的知影讲吼，咱有这个农民擂台赛即将开打吼，来赶快哦，不光讲啊，你是这个农林渔牧啊，你在做田的也好啦，猎鱼也好，咬手瓜做你来，有咱的奖金1万块啊。后比赛开始进行，咱先来欢迎评审团，头几位是陈子红老师、许常德老师、詹雅文老师、荒山亮老师。所来介绍是偶像族卫冕者邝泽东、许瑜杰，以及青春族卫冕者江云梅、洪奇峰。好，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最资深的新人哦，他这样子说啊，最资深的新人，哎呦，因为他出道真的太早了，早到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小时候看过他？可是话讲出来呢，我应该会被杀掉哈。OK 哈，应该讲他太早出道了，他少女时代就出道了，真的。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喜欢，还算年轻嘛，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好像跟了我们一辈子这样。哎呦，各位掌声一起来邀请我们的周思杰，周姐。美人好，2位帅哥主持人好。哇，周姐，真的，我不管什么喜款，也都写那这么的阳光正能量，对不对哈？啊，他们的人生哈就4个字啦，跌宕起伏哈。哇，真的很厉害哈。是，然后这次说是最资深的新人，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呼？我想我当之无愧，因为我是1977年出道，民国66年，我是88年出生的，对，我也还没出生呢。对，然后呢，这个已经历史悠久了，对吗？不过因为我很喜欢学习新的事物，所以我一直都认为我很新。然后呢，好像没有歌手会这样讲哦，但是呢，反正维基百科一查都知道了嘛。是。我在1个多月就可以拿到敬老卡了啊！跨没出来，这跨没出来哈！而且那个跨没出来，哥还另外一回事哦，是他完全没有被自己的年龄困住哦。对，他要办演唱会，而且是大型的演唱会哦。在TICC 国际会议中心9月20号，对，然后主题就叫不晚，然后取名叫不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代人都很健康长寿嘛，所以呢，夕阳无限好，彩霞正满天，所以其实我是真心的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哎。伊不能看嘛，是安尼吼，就是安尼细粒子啊，皮肤就好诶，这是唔知那保养诶哈。纯天然的，到目前为止。纯天然哇，天然的香水，好不好？演唱会里面你还有致敬的桥段，还要唱跳。会从1970年代、80、90一直唱到现代，然后其中有一段呢是要跟我们的台湾之光蔡依林致敬，所以我其中有几首是唱她的歌，而且是100%的唱跳。哇！
哇，这个精神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呢，我会唱台语、中文，然后日文，然后英文，然后拉丁文。哇，好厉害！我记得你小时候好像去日本发展过，对不对？对，17岁第一张唱片。对，是，真的厉害哦。那9月20，大家别忘了哈，赶快去买票啊。那今天一定要让我们这个批判起来。30年前的专辑，我唯一的一张闽南语专辑啊，单地单个无春天。好，来，我们欢迎啾姐，谢谢。一天会做对，你讲过日头若落去，天光会浮起，思思念念遐多年，我拢无你的消息。我等你等到无春天，我爱你爱到心要碎，起起落落这多年，何时才会来等着你？我等你等到无春天。我想你想到梦也醒，甜甜噗噗这多年，何时才会梦来伊？遥远的孤溪，只要我爱你心扉，总有一天会做对。你讲过日头若落去，天光会浮起，思思念念遐多年，我拢无你的消息。我等你等到无春天，我爱你爱到心会碎，起起落落这多年，何时才会来等着你？我等你等到无春天，我想你想到梦也起，甜甜噗噗这多年，何时才会梦来伊？我等你等到无春天，我爱你爱到心会碎，起起落落这多年，何时才会来等着你？我等你等到无春天，我想你想到梦也起，甜甜噗噗这多年，何时才会梦来伊？连续2周平手卡关的东东，使出大招力拼过关。回乡的心已经装满满，出外人听到拢会流目屎，很感人。许云杰上周晋级候选人，今天搬出经典歌曲乘胜追击。音色是一个利器，一步一步唱，你就会比别人分数高。双强相争，谁能获胜？偶像组的卡位赛卡关啦，有请邝泽东、许瑜杰，欢迎2位。这个礼拜卡关的对象不太一样，换成是瑜杰啦。Hello， 大家好，我是瑜杰。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泽东。好，瑜杰是在警界服务，对不对？对。哎，
那你们很多工作都做过，你不会也做过那种要我人家有没有酒味的？有，因为我之前是路检，对，因为我之前是基层员警，所以也是有站过路检，然后主要是在抓酒驾、毒品、通缉这类。啉酒醉的人是不是就卤诶？那时候我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民众，他就是我拦他下来，然后他就问我说，我是不是每一个时间都固定在这边临检，他要每一次都绕来这里来跟我聊天，这样，然后跟我求合照，然后他有认出我是参加过歌唱比赛的。哦，真的啊？哇，对，就有一些比较可爱一点的民众。哦 ，OK， 那。台湾现在最严重的东西就是诈骗，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于姐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一下哈？对，如何有些什么新的诈骗手法，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对，现在主要的诈骗有 AI 诈骗跟就是看房的诈骗，就主要就是对看房，他会跟你说，就先付一笔定金，把你的原本你可能是第5位才可以看到房子啊，我这房子很抢手哦，你要赶快付。定金我就给你优先看房的权利，对啊，很多就是大家会，因为其实现在租房子也有点不容易啦，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就想说啊，好了，先付个几千块也没关系，先付定金给你，但其实它就是诈骗，对，这类诈骗有，然后 AI 诈骗就是它可能会用 AI 科技去仿照你的亲戚的影像，然后或者是声音去跟你借钱，然后骗你的钱，这种也蛮多的。怎么样，豪哥，你有被骗过是？现在好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那个庭云，庭云不是瘦下来吗？郭庭云，对不对？是。然后 AI 就把它做一段影片哦，就是他庭云在讲话，表情也都有，声音也是庭云的，可是从到尾庭云都没有录过这个影片。对 AI， 就是连我跟他这么熟，我都觉得这应该是庭云的，可是他却是 AI 的一个手法。对，现在非常多。而且我们万华有一位妇女呢，就是她是因为也是用 AI， 她模拟完全就是那个警察的那个警察局的那个场景这样子嘿，而且呢，她4个银行都挡她，但是都挡不住她，到第5个银行还是被骗了，会出去了啊！大概要多一点怀疑啦，起码都喜欢那些小孩子被了呢，对啊，跟亲朋好友问一下，或者到警察局问一下都可以。对啊，好，那所以今天要带来什么歌呢？黄以玲老师的《在地归金胚》。在地归金胚，好啊。那你今天还好吗？那个东东旁边的个子不一样了。对，就是水平线。水平线啊，蔡昌宪在这里，所以比较低，你可以看我，好不好？2条线，一个水平线，一个蔡昌宪。你现在看很开哦，看开了，开心啊！东东很可爱啦，东东也来我们节目，刚好满1周年了嘞。对，今天是1周年，就是今天啊！哦，1周年啊，好值得庆祝哦！哦，周岁了呢。对啊，哦，都这样。OK， 你刚刚有改变，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1年前跟想现在，就是我今天选的歌跟我这个心境有点像，就是回顾这1年，好像经历了很多，可是又好像没经历很多，就好像我1年回1次家的感觉，就是回去的时候感觉还很熟悉，可是也很陌生，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就是环境在慢慢改变，对，所以我选的这首歌叫《回乡》。对 ，OK， 好，那今天的刺客呢？来，我来介绍这礼拜的刺客。这位刺客哦，他本身是一位导览员。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蔡吴清荣来挑战。欢迎。主持人好，还有评审老师，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清荣啊，我来自台南啊，大家可以叫我蔡。你是在哪边做导览？我在南部的某个观光工厂。哦，观光工厂。对啊，所以来参加的都是游览车一车来嘛，对不对？对，都是团客比较多。你要导览说我们这工厂在做什么，他们要如何 DIY， 重点是要买东西，对不对？对，OK， 好，哇，奇绝啊！那我觉得导览人员最重要就是能够吸引大家听你解说的内容对不对？今天来一个好不好？带我们来一个 short tour 好不好？可以吗？来到阮家的工厂主要咧是来介绍阮的产品嘛。因为阮产品阮是做食品的，除了爱好食了后咧，还个天然个健康哦。来到阮的工厂内底呢，会当看到阮迄个原料的来源，还有迄个阮
制作的过程，嘿对，啊结果大家来拢看会到，啊买阮的产品，才会较安心安尼。好，啊，恁的产品是啥？包子、水饺跟凤梨酥。对，啊，你包内底包啥？包啥？包什么会？包猪吧。有包猪吧？啊，我讲到内底有播出阮的养猪场，然后公开。啊，你这猪什么品种诶？约克夏，约克夏，你咬约克夏，一定爱甲刁难一下，因为对着无可能人客，甲你问问题嘛。系啊，啊，阮猪仔囝吼，拢是食迄个天然的饲料，毋是食迄。人讲的喷啊，系啊，对啊，因为即摆饲料甲以前无共啊。嘿，对。啊，你是澳门的还是北门的？北门的北门的哦。啊，澳门的较好食，澳门。系啊，你敢无乌呀？系啊，无你甲腻一个啦。对啊，我欢迎。啊，你敢若卖猪吧？阮咧食素的呢。食素，我食素是咧，我昨开始我有素食诶。安尼，你是讲你只猪食素是咧，还是我？人啦，有素食的包子呀。素食的包子。啊，内底包啥？内底包高丽菜。你会当生气。你会当想起这两个吼，好啦，我紧啦，莫搁甲刁难啊啦。阮这叫刁难，对啊，我问讲你有素的包啊无？安尼叫刁难。啊，拢袂问起了。哦，安尼咱来走，咱来走。哦，遗憾。哦，这是故宫博物院哟，袂使问的啊。到底是讲你这猪好像唱歌咧？哦，捡到所在。遗憾讲，哦，你包拢宋朝的。我拢袂记得我要唱歌。哇，你安尼我才替你业绩感觉真紧张啦。你紧张啊，你讲这个乱。这些人想要演的就是演 OK。我们两个以后去观光工厂，没有人要接待，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那戴口罩，不要。好了，麦给你为难呐，哈。其实我们刚才问的也没有为难嘛，也是没有，是我们工作的内容这样子。是啊，哈。对，这样心情有没有？就有人要站在道德制高点嘛，对啊，给我们批评嘛，就是这种，然后上网写负评的都这种人。啊，你是说哈呗？好了，猜你要唱啥？我要唱黄以玲老师的《爱到家在天》。哎呦，好，来我们欢迎3位。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
谢谢吴清荣。接下来许瑜杰带来的歌曲是《12月情批》。青春组宝座面临危机，刺客来袭，惊艳全场。希望的平安过日，我的阿母。完全我找无任何缺点，每一个尾音拢遐尼水来秀煞，真正佩服。评审请下分数。妈妈掐力呀！哇，24.2分。洪奇峰、江云梅能守住宝座吗？写到落西，才知已经12月。一段感情爱到无话，才知你是别人的。缘分无求长地，离别若像风吹，不知阮的飞去佗。听着妈妈的鼓励，伊讲感情不通勉强付出，过就是咱的。春天开的红花，冬天冷风在吹，一切拢是天赐的。心爱的，我无怪你。心都怪的话，想我想到遐尼彻底，心爱的，我无分你，无分你，缘分的你绝情的批，已经写到遐尼坦白，只是爱，遐尼爱过，不是缘分。就会当将一切收回。心爱的，我无怪你，无怪你，天歹的心都怪的话，想我想到遐尼彻底，心爱的。已经写到遐尼坦白，只是爱，遐尼爱过，不是缘分，就会当将一切收回。谢谢许瑜杰。接下来邝哲东带来的歌曲是《回乡》。从细汉家庭真善，流浪他乡去了心愿。管世界有偌多风险，为了前途不行路遥远。来保持这呢个人，异乡游子的美梦。情情冷暖。
手着对恁的思念。回乡的路已经无同，连残花的野枝树嘛变大丛。回乡的心已经装满满，敢有够安慰咱的是大人。回乡的路已经无同，连残花的野枝树嘛变大丛。回乡的心已经装满满，敢有够安慰咱的是大人。谢谢东东。好，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于姐老师好。你的声音就是敢若胖。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的歌声袂插人，就像胖一样。你的声跟胖一样，就是你的那个松软度足水的，你那个口能度足好的，你的观音足水的，你的再高音也不会去刺到人家。低音的部分要再加强一点点而已。那高音真的我就是找不出什么缺点，但是呢，我会建议你高音的地方练习，看能不能更有张力。那个张力不会刺到人，但是它却能够撼动人。还有一点，你一定要跟好鼓点老师那个鼓点，不要到了后面越唱越赶，越唱越赶。好，谢谢老师。东东，老师好。你这首歌很感人，我没有可以讲的。那我觉得出国人听都弄得到目屎这首歌被你唱出来，我觉得很感动，很棒。谢谢老师。好，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青蓉老师好。因为你的工作是导览员嘛，对。其实我也有去参观过观光工厂啊，那我最怕一种导览员。就是字正腔圆，从头到尾像背书一样很流畅，我很怕。但是你刚才在导览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可以交谈的，你用你这样的一个个性哦，其实在唱流行歌哦，其实很棒的，因为唱流行歌最怕降气。尤其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对，我相信你就想想你的前半段，这首歌的前半段哦，都是来克服你的紧张的。所以你前半段紧张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你第一次来，这是第一次很重要的感觉。但是你后面那一段哦，我觉得我甚至有一度觉得你是在针对我唱歌哦，有没有？没有。自作多情。没有，就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后来那两段副歌，这样唱一唱，我真的有被你打动。于杰，老师好。你的优势哦。好，我告诉你有什么优势啊？你有一个非常开朗的个性，第二个，你的音色是一个利器，但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稳住，把每一个拍子、每一个字哦，都不要耍技巧，也不要想说要什么样的攻击性，你就安安稳稳一步一步唱，你就会比别人分数高。一定要每一个字安安稳稳去唱，拍子唱好。哪一个字哦，唱到快要没有力气的时候，那个部分就要想说落点要落在哪里，重新再思考一下。好。好，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金荣老师好。金荣唱歌很直接，而且我觉得很单纯。你就是一个单纯很爱唱歌的孩子。对，我觉得我听了会被你打动。尤其到后面你越来越进到这个歌里面的时候，我蛮认同阿德老师讲的，就是前面一般都在克服你的紧张，后面开始慢慢进入状况啊，要唱完了这样。
但是我觉得有感受到你对于这个歌你的诠释，你想要怎么去诠释它。那只是说因为第一次来，这难免会比较紧张。但我觉得你的歌声、你的声音非常的好，对，而且你唱歌的方式，如果再多一点点技巧的训练，我相信指日可待。好，谢谢老师。好，东东。老师好，东东，对你今天唱这个，其实我蛮感动的，就是出外的人然后那种感觉，也是一样，我也觉得，因为你唱歌会有一个模式，我一直在跟你讲，对不对？你的前面很轻，然后后面再大，前面很轻，后面大，这样子，这个模式没有不对，它其实是对的。可是如果太过于自私，都套用一样的模式的话，就会陷入那个反正东东唱歌就这样。但我相信你唱歌绝对不止这样 ，OK， 好，再多揣摩一下，好，谢谢。马上来看成绩，好不好？菜好，看看菜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哦，这礼拜的挑战者非常可爱的导览员吴七荣带来的歌曲分数是23.7分。站上舞台第一次很厉害了哈，厉害了哈。好，警戒之花第一次来就造成了整个战局的大变动啊！来看一下这礼拜表现如何，评审请下分数。许杰，小杰的成绩是来到了24分，稳稳的，一样24分。嘿嘿，好，接下来看看我们目前的卫冕者第5关的邝泽东要挑战第6关，敢过卡关还是顺利过关呢？评审请下分数。东东加油！来，东东，拼一个，冲一个来！小小歌王才艺大赛，有人准备跆拳道，哇！有人演奏小提琴，有人表演扯铃，哇！花式。这次还有超可爱模仿秀。阿嘎要准备什么模仿？阿嘎你模仿主持人。阿嘎，你要模仿我们主持人的哪一个？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三当线，我是许志豪。想听歌的好干嘛？想跟歌对面吗？赶快追踪红了吧脸书还有 IG。他把我们 YouTube 上面一开头要叫大家订阅的那一段全部背下来。好，算你厉害，厉害！好。庭轩模仿下面呀，12生肖动物的声音，还有动作。鼠。鸡。咯咯给，咯咯给，咯咯给。马。超萌超可爱的模仿秀，千万别错过！评审请下分数。东东加油！来，东东，拼一个，冲一个来！东东的分数来到24.3分。好，我们先谢谢菜，好不好？谢谢你。最后一段非常打动人心，下次克服紧张，加油哦！好，谢谢，好，开始我们要捞心哈，哎呀，高义啦，捞心个高义啊，那嘿，恭喜两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今天是恭喜咱的邝泽东闯进了第6关，也恭喜于杰保有候选人资格。我第一次来超级红人榜，我觉得超兴奋的，而且非常感谢红人榜给我们每一个参赛者有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舞台。然后虽然有点小紧张呢，可是呢，我觉得至少没有忘词，对，非常的开心，而且我也很享受在整个舞台的氛围里面。低音确实是我自己长期比赛以来的罩门，所以我会再多去钻研一下这些技巧，多跟老师请教一下，就是低音就尽量放轻松去唱，希望下次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我。其实1年这样子下来，就是唱了1年台语，然后现在又坐上宝座，那个感觉就像一个轮回一样，希望可以越来越好，就 OK 了。青春组的卡位赛，有请今晚卫冕者是咱的江云美宝座候选人洪启峰，换人了啦，嘿啦，王威啊啦，点么不唔对伊？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洪启峰。大家好，我来自台东江云美。启峰的妈妈好像很喜欢听你唱歌，对不对？对，她就是
头号粉丝。自从就是我小孩子还没出生之前，他就是1号。然后现在小孩子出生他就是2号了。你是第1号粉丝是你的小孩？对。我妈妈都说他是已经退位了，就变第2号。对，因为他以前就是会比较。我以前在比另外一个电视台的时候，然后妈妈都会每一集她就会去现场看，然后她从不会坐捷运到会坐捷运，然后都自己来回这样。为了要看镜你看。对，然后她就很享受那个现场听歌的感觉，然后她会跟那个现场选手都变好朋友这样子。那天也更夸张是，我们带小孩子去那个溜滑梯，然后那天刚好礼拜日在播出。我就提醒我妈说：“妈妈，那个要播出，你要不要先赶快回去看？”她说：“好。”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个陌生人，他就开始要介绍他就说：“你们有没有在看红人榜啊？那个他就是我就赶快把他嘴巴捂住。”陌生拜访赞。对，我就把他嘴巴捂住这样。就是那个青春组对，我就把他捂住，然后说我就怕他尴尬，我说卖供，然后他就赶快回去看了。他就是很热衷在听我唱歌这样子。就是把迄李白讲落来迄个啦，就是迄个啦，你介绍就对啦。你看妈妈都以自己的孩子为荣，是，对不对？对，母爱真的很伟大。OK 哈，但真正的歌声感动人的是我们这位拉姆斯，对不对哈？什么时候发生的？也是卡拉 OK 里面。又是卡拉 OK， 你不是说不去了吗？去了就刚去考啊，对吧？本来跟朋友谈事情的，陆陆续续有客人来了嘛，对，也不认识，对，就一直轮流唱嘛，结果刚好我听到他点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我听过，然后之后我又点这首歌，因为那是女生唱的嘛，结果他听了就这样的那个表情，你刚刚是在演那个，对，我在演了，对，然后人家就一直跟他讲说你怎么了？我又看他说从来没有女孩子唱过让我掉眼泪的。真是感人，害得我又给他继续唱歌。他说：“我们再唱一次，我们再给他唱一次，这样。”真的，所以你又唱一遍就对了。对。哇，你今天不会要唱这首吧？对哦，叫什么？今生爱过人。今生爱过人。哇，这个在场如果有超过50岁的，手帕准备好 ，OK 哈。那你要唱什么？今天再来的是半包婚。对，好 ，OK。这个换了位置了启峰要更加油了，好不好？因为呢，今天的刺客也是来势汹汹。这一位呢，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琉璃工作者这个从事琉璃的这个制造呢，有40年的这个经验掌声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熊哥陈武雄。大家好，我叫陈武雄，我是一位琉璃爱好者。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的后方就是我的琉璃艺术展示间。我从事琉璃工作已经40几年了，从小呢也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琉璃，所以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琉璃工厂上班，直到现在。我真正从事纯创作琉璃这一块呢，是40岁以后，因为我觉得琉璃这种材质呢，除了美以外，我想把它介绍给大家更多人认识，所以我把琉璃推广到户外，像我们13、14、15年做的新竹护城河的那种琉璃灯会，我们成功的把琉璃推广出去。做琉璃以外，我还有另外一样兴趣，就是歌唱。歌唱这个部分，其实是我应该是与生俱来，我从小时候我就有这种梦想，看了《红人榜》这个节目，我觉得很多像我这种年纪的，或者说他们一直讲说，我有个梦想还没有完成我跟很多喜欢歌唱的人一样，也会有这种梦想，对，所以我就来完成。我想说，我这个年纪你不来完成，可能人家常讲的会遗憾或是说将来来不及了，对，所以我就来了。主持人好，老师好。熊哥做琉璃这个行业多久了？40几年了。怎么开始接触的？小学的时候放暑假去玻璃工厂打工赚出车费，但是在高中毕业以后
去玻璃工厂又做不一样的玻璃，就是它有造型的，因为我看它玻璃的延展性很好，很亮，像宝石一样。我觉得说，不是应该要做瓶瓶罐罐，或是做一些实用性的。我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可以不可以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小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了，但是那个时候不可能，因为我们跟人家上班，不可能去玩，或者说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是不可能。所以在50岁，我就自己就想说做一些自己兴趣的东西。所以今天有带作品来，对不对？有。好，我们看一下这件作品哦，我的发想是，我是看到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他就对他身体，我就对，身体的我想说中央山脉对我们台湾来讲，它是一个屏障，护国神山。对，但是呢，我做山的时候好像很抽象，我想说我们台湾人的精神，干牛、水、牛、憨厚、轻走，轻走，对，所以我把这个琉璃把它做成，它是山的身体，但是它的手是牛手。我用很特殊的技法，应该是做琉璃的，他们都是用塑的热塑。就等它快凉。我是反向思考，我想说石头买在粘，我喜欢玻璃那无人粘。玻璃粘的玻璃的我就是安尼粘。你用粘的啊？我用粘，我用钢腿啊。人咧起厝无，伊咧安尼卡有无？我就是安尼，我粘派足济啦。这个材质是玻璃就对了。对。其实玻璃就是琉璃，琉璃就是玻璃，只是它是一样的。而且呢，其实武雄哥有参与很多公共艺术，对不对？是啊。其实不只是这个比较小型的这个作品啊，哈，他也做过呢这个大型的高达4米啊，长达9米的装置艺术。那你今天怎么会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我也是忠实的听众，我本身除了喜欢琉璃。他最喜欢的还是唱歌。真的，太好了，太好了。那今天带来什么歌曲？今天带来《妈妈请你也保重》。好，我们来掌声欢迎。收起故乡，目屎就流落来。免我伊请你放心，我的阿母。虽然是孤单一个，虽然是孤单一个，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我是真勇敢的，妈妈请你也保重。回来寄予你，希望会平安过日。我的阿母，受气是强强离开，受气是强强离开。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不过我是真勇敢的，妈妈请你也保重。挑战者有备而来，洪奇峰、江云梅全力备战。只要你的眼神给我一点希望，我的愿望甲你作伴。你用一个很细腻的方式去堆叠你自己的感情，非常的有感觉。
无散，感谢你甲我来作伴。这首歌该放的时候你也很放，然后我们真的很享受你整个演唱。激烈对决，谁能坐上宝座？一阵冷风轻轻吹过来，提醒阮这不是眠梦。途中的半包云已经放半冬。无声的夜，使人心惊吓。无声的你，会使我心痛。一阵冷风轻轻吹过来，提醒阮这不是眠梦。途中的半包云已经放半冬。因早阮上讨厌，你对阮。大细声，如今心内的不愿，是你不知甲我骂。我想要唱歌予你听，心内一句的我毋捌讲过，你是我的生命。我想要唱歌予你听，只要你的眼神给我一点希望，我会永远甲你作伴。我想要唱歌予你听，虽然我不知你这阵的感觉，但是我会一直唱到无声。我想要唱歌予你听，何时才通解脱命运的拖磨，等你醒来，叫阮的名。我想要唱歌予你听。虽然我不知你这阵的感觉，但是我会一直唱到无声。我想要唱歌予你听，何时才通解脱命运的拖磨，等你醒来，叫阮的名。谢谢洪奇峰。接下来江云梅带来的歌曲是《今生爱过的人》。往事一幕幕行入阮心房，青春梦爱过的人，伴阮今生慢慢行。为你香也是茫茫，人生若火车一站到一站，路袂停，心愿完成。爱恨恩怨拢是情的一生，予阮的命，痴心拢有天来听。咱两人缘分无散，感谢你。
阿美姐。好，马上请雅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陈武雄大哥，老师好。你这首歌唱了，完全我找无任何的缺点。你是遐尼啊自然，遐尼天生的自然，叫做阿母。佮遐尼天生自然的每一个尾音，拢遐尼水来收煞，这无遐简单，所以这是足无简单的生命力。我感觉这就是真的感情，真的生命，真正佩服，真正佩服。谢谢老师。阿妹啊，阿妹姐啊，吼，老师好。这首歌是演歌，阿德老师甲伊摕过来咱台湾哦，甲伊制作个台语歌。加上你的，不是你的母语的迄种原民声音的气口，然后加起来，它融汇了多少的生命力在里面？滚嫁着啊，唔通辜负阮的人。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那种滚嫁的希望，它滚滚一直上流，一直上流，一直展开那个生命力。真的非常棒，我也没办法说什么。虽然说小小的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最后遐哦，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啊，我爱睡觉，迄个气遐哦，小可处理了小瑕疵而已，其他我觉得很完美。谢谢老师。好，马上请亮哥为我们做讲评。齐峰哈，老师好。齐峰，同样的歌，如果套上不同的人的故事，他就会有不同的感动。那我觉得今天你有做到这一点，你把你自己的故事，或是你自己的感情，或者说你自己的感觉，放到这首歌里面来。那你用一个很细腻的方式去开头，然后去慢慢的堆叠你自己的感情，一直到副歌，我觉得哇，整首歌非常的有感觉。然后我也非常的喜欢你今天的表演。好，谢谢老师。阿美姐，老师好。坐上卫冕者宝座之后，你的气场真的不太一样哦，整个那个气势都起来了。然后这首歌该放的时候你也很放，然后我们真的很享受你整个演唱。那今天这首歌也是不遑多让，我觉得今天3首歌真的是就拍爬，但是都非常精彩。谢谢老师。谢谢，我们马上请阿德老师来为我们讲评。好，武雄先生，老师好。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很少听到一首歌哦。你知道我们听歌的时候，有时候会注意到这个歌声很美，有时候会注意到这个歌很棒，但是很少会让我们看到真实的3D 的立体画面。你真的就是第一个字就轻轻的走到面前，就带着妈妈出场了。然后你那个妈妈恰利亚波丢，对不对？这个妈妈这2个字。这个波动这2个字是我听过最亲切、最深入、最动人的字眼。波动，这是我觉得一个66岁的男人哦，然后想起妈妈的感觉，突然之间让我看到你哦，是个小孩子呢，超酷的。然后齐峰在这样的2位老师傅夹在中间哦，我突然感觉到你的优点。因为有人生历练的人哦，唱歌哦，他知道怎么样释放感情，他可能不在乎面子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到这个年纪，所以你会很细腻的把美好的部分呈现给我们看。我觉得这2位老师傅哦，今天是凸显你哦，要很感谢。好，谢谢老师。还是要到了我们成绩揭晓的时候哈。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琉璃大师的成绩。是，评审请下分数。来哦，这个礼拜的刺客武雄老师，妈妈掐力呀，哇，24.2分。哎，好，半保分。这礼拜洪奇峰评审请下分数。齐峰加油，加油，加油！齐峰也来了，来到了24.1分，哇，也是很高分，可是换位置，对，换一下位置，哇，不要紧，咱继续甲看过来。目前是卫冕1关还2关呢？1呀，卫冕1关要挑战第2关的阿美姐。可以得到几分？
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加油！加美杰，小小歌王第6周，阿嘎连续2周平手卡关。我一直赢到第5关，会不会到第10关？不知道。关键一战再现铁汉柔情深情演唱。莫离开，我袂当无你。张小妹也不遑多让，动感唱跳，可爱满分。都是很有天分的，2位小朋友今天都表现得非常棒。你们2位都是非常有天分的孩子啊，我觉得很棒。最终擂台主会是谁？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加油！加美杰、江云美啊，美杰，哇，24.2分。这看起来就是，你创纪录呢？我们没有24.1，然后离开舞台的。今天不是你分数太低，是他们的分数太高。真的24.1，这么高分你创我们的纪录，你也创了我们的纪录。唱歌就有感情的，大家听了就感动。对呀，哦，真的谢谢，一定要再来。好，对，一定要再来，可以，谢谢，好，谢谢，谢谢奇峰，谢谢，谢谢，哇。阿梅姐哦，有刺激哦，遇到对手了，继续努力哈。不用多爱，不是刚刚就淡定哎。好，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来2位打成平手，下周再战。也谢谢奇峰这几个礼拜带来优秀的演出。我刚听到美人姐说24.1分是史上红人榜以最高分的分数然后淘汰的，就觉得听起来好像不会到这么的沮丧。我觉得遇到真的是太强的对手，不然我应该还是有机会坐上去的，只是他们太强。来这边享受这种舞台，而且还跟另外2位歌者一起唱歌，我觉得很开心。唱完来讲，就是说还好我没有忘词，我最怕我自己忘词。换人就觉得怪怪的，比赛就是输赢，对啊，所以还是要面对啊。因为这个奇峰帅哥，我不会忘记他了，因为他曾经跟我厮杀过，对，所以往后的日子祝福他，然后，就如同他刚刚讲的，祝福我的就是要加油加油加油。小小歌王擂台赛，平手几次啦？今天如果再平手，就是第3次。不要弄啊！那是第3次哦，伊就算是有主场优势。好，那在规则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小朋友请出来了。好，有请平手的2位阿嘎曾佑嘉、张小妹、张庭轩，欢迎阿嘎跟轩轩。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张小妹萱萱。大家好，我是住伫中华秀水上爱唱歌的阿嘉。美人姐，你敢知影吼？因2个吼，我们若讲会晓讲这个笑话以外吼，佫真有才华。萱萱还会模仿，对不对？模仿哦，模仿什么呀？12生肖动物的声音，还有动作。真的，12个哎。你12个要模仿哪一个？12个都会吗？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哦。我们先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好，12生肖哦。萱萱，鼠，鸡鸡鸡鸡鸡，牛，虎，兔，龙，蛇，马。马是马好，那羊呢？羊，猴，鸡，狗狗给，狗狗给，狗狗给，狗，汪汪汪汪。最后一个是什么？猪。还不错 ，OK 啊，接的很好，厉害。他讲马是马，我好怕说他羊就是羊，龙。
来，我们问一下，那阿嘎要准备什么模仿？阿嘎你今天你无讲笑话啊，要讲啥？模仿主持人。模仿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还是最近很常看节目哦，对有 OK，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问他有没有看红人榜，他说有看一天一次啊，一次而已。所以他后来觉得这样不行，他要多看很多。啦，所以一回去直看很多吗？那你阿嘎，你要模仿我们主持人的哪一个？你们全部，我们3个啊？你是不是都看 YouTube？ 所以 YouTube 的某一段桥段是不是？对。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好，来，你准备好就开始。好。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三当线，我是许志豪。想听歌的好歌吗？想跟歌对面吗？赶快追踪红了吧脸书还有 IG、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所说定，他们应该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我有号召力，我不信，除非你们证明。证明一下，高一定哦，高一定哦。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活下去了！他把我们 YouTube 上面一开头要叫大家订阅的那一段全部背下来，而且是3个人的台词，一人分饰3角，而且他那边，好，算你厉害，厉害。好。那学要唱什么歌？心情歌咯。哎呦，好，那阿嘎呢？甘中瑞，最近是去国外留学，对吧？掌声欢迎。谢谢张庭轩。接下来曾佑嘉带来的歌曲是《甘中瑞》。相片拢无印象，好几暝，心爱的莫相变，我毋是故意，讲话大声，迄拢是我的志气，你是掌上明珠。煞陪我东落水。
将委屈的心收藏伫枕头边。别人啊笑你痴，你讲辛苦日后甜。我的不甘心痛，已经袂去。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一滴泪，滴落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莫离开，我袂当无你，袂当予你的付出当无消息。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一滴泪，滴落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莫离开，我袂当无你，袂当予你的付出当无消息。谢谢阿嘎。好，马上请雅文老师讲评。轩轩，老师好，你从你来比赛到现在，你开不开心？开心。又交到了好朋友哥哥，对不对？啊，今天穿的就像公主一样，你每一次都像公主，我们大家都好喜欢你哦。然后呢，只要开开心心的唱歌，然后继续一直唱下去，好不好？好。你今天唱得很棒哦，哈！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阿嘎，老师好，阿嘎，你现在唱歌有没有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哦。刚刚觉得有点难过，现在是因为那个歌的关系吗？对。好，没关系。对，我觉得阿嘎也是，你们两位都是非常有天分的孩子哈，我觉得很棒。然后，对啊，我每次跟你们讲评，我就只有这句话，就是你们就是要开开心心唱歌，好不好？好。OK， 谢谢。我们请亮哥讲评。好，轩轩，老师好。今天舞台100分，有跟乐队老师敬礼，然后又穿得很可爱，然后我觉得你今天在舞台上100分，然后看到你这样子开开心心的唱歌，我老师最开心。阿嘎，老师好。你也是，我觉得你是很有天分的一个小朋友哦，因为你每次唱歌，你的口气都很感人，我都感觉隐约你有什么故事在，但是又想到你年纪那么小，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天分，你可能不止唱歌，也许你也可以演戏哦，你可以让人家很有感觉的，好，这个都是很有天分的。两位小朋友今天都表现得非常棒，好，谢谢老师。那因为已经平手。两次了哈，那如果再平手的话呢，就是有所谓的主场优势，先来后到，先来的人就可以坐上去，好不好？好，但是你们就是今天比完还是要一起打游戏，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轩轩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哦，轩轩张庭轩今天的歌曲《心牵挂》的成绩来到了小妹24.3分，超棒，很棒的成绩。接下来就来看看阿嘎真佑嘉今天可以得到几分呢？评审请下分数。阿嘎加油哦！真佑嘉这个礼拜得到的分数是24.4分。哇，好，我们要谢谢轩轩，谢谢老师，好，谢谢，超棒的轩轩，谢谢你。明年暑假要再来哦。我们恭喜真佑嘉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哦。谢谢老师。用力，咱的阿嘎真佑嘉，现在已经闯进第6周，成为我们小小歌王擂台赛的擂台主。主题挑战赛，我的爸爸。阿公很像是我的另一个爸爸一样照顾我，但是因为阿公11年前过世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帮我加油。看到你永远
爸爸就是突然有一天跟我说，让我来这里，就说你趁你年轻就出去闯看看。我很感谢我爸爸支持我。放手接受我选择世间的一个梦。我的父亲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去放一些幼龙，抓那个鳝鱼，我都会帮忙陪他去放啊，陪他去收。有一次我回去，我的爸爸就跟我讲说，那个妈妈的那个影像啊，给他查一下，我才发现到说，哇，他原来很想念他。你是我所有的生命。红人榜用歌声陪你度过父亲节。精彩内容都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本节目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冠名赞助播出。